后来乡亲继续要来看咱国内欠粮的状况，无改善无大进，鸡卵阁来起价。今仔日鸡卵的挂价为每台斤52块起到55块，是3礼拜来第2届来起价，阁来起破着历史的新高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伫立法院接受到媒体联访的时阵讲，尊重市场机制运作的成果。再去一透早，台北市的2行，这个店拢还未开咧，都民众排队要来抢买鸡卵。若宜兰的受卖卵的2行，全部拢互抢买了了，民众生气痛骂，讲这个卵起价也是买无卵。那内底看无半粒鸡卵，宜兰这间卖卵的打出着告示，顶悬大大的字写讲无卵啊咯，互买无卵的民众卖甲会看死。本地逐工来拢有4、5开，即摆2工来一届，剩2开。国内鸡卵无撒到，批发价嘛再一遍来调起。2月13号才起2块，3月初6阁起3块，每台斤来到55块。3礼拜内底计小起2摆，卵的计小阁创下历史的新高。中南部的禽流感，那造成了我们蛋农的生产成本上涨，每一颗蛋大概增加0.3元，涨幅大概在6% 以下。那我们期待这样的一个市场机制的运作呢，可以来让整个产销秩序更稳定。那我们也尊重这样的一个双方的一个市场机制的运作结果。对，比较难买，因为是产量减少很多，所以那个蛋商也是苦啊，是价到蛋也难买到足够的量啊，所以蛋商很辛苦啊。各市牌顶悬写讲，拜1、拜3、拜5才有鸡卵。台北这间批发商因为欠鸡卵，限量每一个人上济敢若会当卖100块。头家娘讲7点半开始做生意，开门前1点钟就有民众抢买来买。1点就有人排了，差不多50、60个。当然抢光了，10几分钟就抢光了。爱用真济鸡卵的早起店，有头家决定成本家己来吸收，计销是完全无起。也有涨啊，它也是有涨啊，只是说来源还是很稳定的。那这个多出来的成本怎么办？自己吸收，暂时还不打算涨价。陈吉仲虽然讲会全力来调度鸡卵，佮讲中南部气温会回稳，也毋过毋若批发价鸡卵产地计小3月初9嘛讲会佮再起，为每台斤42.5块起到45.5块。鸡卵起价，民众也是买无卵。农委会要安怎来化解这边欠卵的危机？全台湾拢得看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